记者为你报道。高雄红山果菜市场入口有一排10外丛，大约拢是30公的树仔，因为常常有民众伫树边小便，将这排树仔就拢撤掉了，护树团体是真不满。果菜市场表示讲，是因为最近市政府来检查环境，发现有真侪炭白网有环境卫生的问题，所以树仔才甲伊撤掉。为树边原地种稻青仔的所在，即马敢若剩土甲一寡树茎。高雄红山果菜市场入口内底，几排10外丛年岁大约30年的老青仔，因为我伫市场边仔建物，加上有民众会伫树骹旋流，影响卫生，5月初8，互人全部撤掉。隔壁其实没有建筑，都是一些铁皮或者是一些比较是临时性的哦。然后这个围墙也非常的矮，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疑虑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很清楚说这到底是为什么会构成要砍树的原因？护树团体认为现况无撤掉的必要，附近档挂路青仔互人撤掉，要树通砸日头，害人着爱戆戆啊伫遐晒日。去年在砍的时候就觉得很晒了。5月初到透早，市场内买菜的民众社会档人来客去。市场解说是因为市府做环境稽查的时阵，发现会传染病毒的网仔，才会决定要撤树。那个垃圾在那边产生后面的滋生的问题，然后树叶下来的时候。落到他们那个塑胶篮的时候，你经过下雨也好，然后有潮湿的地方也，它就产生病媒蚊。市场主任表示，因为市场随时有人出入社会，较恶管理环境，只好把青仔撤掉改建。护树团体呼吁政府机关加强监督，以卖伤害树仔的方式改善环境，这是甲生态共存上好的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